各位好，歡迎大家翻嚟呢個 channel 啦。今日同大家窺探一本書叫做《一本書終結你的拖延症》啊。唔好走住，唔好走住。喂，咁大家有冇試過咧？有陣時拖延症有啲嘢需要做啦，好想做啦，但係不斷拖到去 last minute 先捨得起動下咧，點樣好似好困擾喎？咁點樣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點樣可以有啲咩當機立斷啊？又或者係可以即刻處理咗啲事情啊？咁樣咧，咁呢本書就可以幫到你噶啦。咁咧呢本書嘅作者咧叫做大平信孝啦，咁係日本嘅一個心理教練嚟㗎，咁擅長用腦科學配合埋即係實踐嘅技巧咧，改變人類嘅行為模式啦，提升呢個行動力啊。佢認為咧拖延症咧就唔係淨係靠意志去克服㗎喎，其實咧係因為大腦上面嘅一啲機制啦，咁令到我哋咧會有一個拖延嘅反應嘅，咁所以信孝先生咧，佢就設計咗一系列嘅策略啊，從根本上咧去改善呢個問題。咁根據呢本書嘅唔同嘅章節咧，咁我想同大家咧分享下究竟首先佢就介紹咗咧，究竟大腦點樣運作咧？咁根據一個大腦嘅本質啊，點解會有呢個拖延症嘅出現咧？咁另外就用下一啲嘅小行動逐步去減低呢個拖延症嘅影響喎，同埋點樣管理調整自己嘅心理狀態，運用呢個腦科學嘅理論去幫大家設立一啲程序手段去克服佢啦。咁慢慢循序漸進咁樣做啦。咁希望大家聽完呢10分鐘之後咧，就可以減低呢個俾拖延症影響啦。咁就生活咧又比較爽啲啦，咁樣。咁咧作者就介紹啦，其實咧拖延嘅本質咧係由於呢個大腦嘅機制所造成嘅，呢個係一個普遍嘅現象。我哋明知有啲嘢要做啦，但係忍唔住咧都係會拖嘅。信孝先生指出啦，其實咧拖延症係大腦嘅一種防衛本能嚟嘅喎，就係為咗咧避免改變所帶嚟嘅不安感。喺大腦入邊嘅一個部分叫做伏隔核啦，負責掌管動機同埋獎賞嘅。當呢個區域咧未有被有效刺激嘅時候咧，大腦入邊嘅一個部分咧叫做伏隔核嚟負責呢個掌管行動同埋獎賞啦。當呢個區域咧未有被有效刺激嘅時候咧，就會缺乏呢個動力咧去行動噶啦。我哋就咁簡單嚟講咧，拖延就唔係意志力薄弱嘅問題，而係咧大腦咧開啟呢個行動嘅開關啊。多巴胺咧係大腦快樂嘅化學物質啦。當呢個伏隔核受到刺激咧，咁多巴胺就會釋放啦，帶嚟愉快嘅效果，從而激發到 motivate 到我哋嘅行動力啊。好多時候咧，面對一啲艱難或者枯燥嘅任務嘅時候咧，大腦都會覺得咧呢個任務又冇獎嘅，唔想冒險改變啦。譬如例如喺香港有好多 DSE 考試嘅考生啦，明知要溫書，一打開本書咧就好眼瞓好攰啊。我心入邊咧又想逃避啦，所以咧不如拖一陣啦，或者其實唔單止 DSE 考生，而有啲需要考試或者需要做一啲任務嘅人啦，就都好容易真係會拖延啦。即係變成慣性不如遲啲先溫啦，打到部機先溫書啦，咁樣。另外就係好多時候好普遍嘅拖延嘅表表者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嘅伏隔核即係我哋大腦嘅呢個部分咧，就冇被有效激活啦。所以咧呢個行動嘅開關咧，呢個 switch 咧又遲遲未打開啦。所以咁我哋而家第一步啦，就了解咗究竟拖延嘅根源係乜嘢咧？唔好怪自己冇毅力冇意志啦。我哋而家咧就要嘗試用科學嘅方法去打開大腦呢個行動 switch 啊。即係咁點樣打開咧？就係咧，其實咧就係作者有提到就由啲小小嘅行動開始啊。書入邊強調啦，如果用突然間一個好大嘅轉變、好大嘅行動逼自己咧，其實咧個可行性咧未必太 work 嘅。反而咧會加深我哋嘅抗拒啊。信孝先生提出啦，用小行動嘅策略。意思就係話咧，用超級微細嘅動作嚟起步，降低嗰個心理門檻啦。例如啦，一開頭想寫個 report 啦，就唔使一開始咧就要寫1頁或者寫10頁咁多，反而咧你係用10秒去做一個固定嘅目標。例如我而家起身坐翻落去開始寫啦。而家開始打開文件，打開嘅啫，唔使做咁多嘅，或者打一句嘅啫。呢啲咧好微細嘅動作咧，
雖然咧就冇正式做正經嘢啊，未正式開波做，但係咧已經幫到大腦呢個副駕嘅呢個部分咧得到一啲激活啦，咁分泌多巴胺啦，咁啊令到你有衝動咧繼續去做呢個行動嘅。即係例如你做少少啫，咁當係完成一個小任務，咁又可以有呢個獎賞機制啦。咁用喺香港嘅職場上面嘅例子咧，咁呢啲係非常之有用嘅喎。例如咧，普通打工仔啦，成堆山咁嘅 report 啦，覺得哇點開始啊，點成啊咁啊，咁我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就可以用呢個，開個機先啦，開咗個 Word 檔先啦，又或者打咗一句先啦，短短十幾廿秒嘅行動咧，突破咗呢個心理障礙，慢慢就寫多句，慢慢寫多幾句咧，咁行動就自然開咗波噶啦。咁呢個策略咧喺心理學上面證實咗咧係有效嘅方法嚟嘅，亦都同時尊重咗大腦咧需要逐步適應嘅特性啊。咁佢講真，起步嘅容易啦，乜動力需要嘅時候咧，就自然咧會跟得上噶啦。如果起咗步的話，咁第三點咧就係咧關於時間管理啊同專注力咧咁提升啦。因為咧拖延症同時間管理咧息息相關嘅。咁信孝先生咧就喺書入邊介紹咗啦。呢個時間切分法就類似大家熟悉嘅番茄鐘工作法啦，即係話咧將工作嘅時間咧分為15分鐘一段，專注做一樣嘢，咁期間咧就配合短暫嘅休息嘅。點解要咁做咧？因為其實長時間冇目標咁樣做嘢咧，會令到大腦攰啦、疲勞、產生抗拒啦。而15分鐘咧就啱啱好係大腦可以承受專注嘅時段啦。即係你只係需要做15分鐘嘢啫，咁咧，我陣間都係，做咗3個字算啦，又唞一唞，咁咧心理壓力咧大大減低啦，咁樣做開始要開波正式做嘅難度亦都會降翻低啊。咁再用翻香港我哋日常生活嘅小例子啦，都市生活咧節奏好快嘅，無論係打工仔定學生，有時候覺得係時間唔夠用啦，咁但係就運用呢個嘅時間切分法啦，或者叫番茄鐘工作法咧，咁就有效地利用呢個碎片嘅時間啦。例如咧搭地鐵途中咧就可以用15分鐘咧去溫英文啦，食完飯15分鐘咧就做下 report 寫少少草稿咁樣啦。同時咧作者喺書入邊提到咧就提倡咧結合呢個環境嘅調整，例如咧清理下工作附近嘅環境啦，熄咗呢個手機通知啦，設定翻清晰嘅目標咧，減低干擾咧，咁令到大腦咧容易啲進入呢個專注嘅狀態嘅。完成之後咧就可以寫翻少少回顧嘅筆記啊，記錄翻做咗啲咩啦，有咩得着啦，之後咧就可以不斷咧優化自己嘅時間安排噶啦。咁再跟住咧，作者提到啦，關於心理調整同埋咧改變行為嘅小技巧啊。阿信孝先生咧認為咧，拖延症嘅問題咧就唔單止喺行動層面嘅，而喺心理層面咧同埋環境方面嘅設計都好緊要嘅。因為咧意志力有限啦，就唔可以當作唯一嘅武器反而咧要透過設計呢個獎勵機制同埋調節環境咧，令到自己咧唔會嘥力咁樣咧繼續做嘢啊。喺獎勵方面咧，多巴胺咧係一個好關鍵啦。當你完成一個小目標咧，咁可以俾啲小獎勵自己啦，例如咧食少零食睇段 YouTube 片將大腦嘅行動同埋呢個愉快感因為多巴胺分泌啦連結造成一個正向循環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叫做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啦。例如喺香港有啲年輕創業者咧，佢成日面對到龐大壓力啦，容易拖延計劃嘅。透過呢個拆解目標啦，即係正如有啲思路嘅時候話已經係階段性嘅小勝利啦，咁樣有翻相應嘅獎勵咧，保持自己嘅動力啊。譬如咧做咗一個銷售嘅 report 之後咧，就獎勵自己同朋友飲茶食個包食啲零食咁樣啦。呢個好搞笑嘅日常嘅例子。另一個根源咧拖延症嘅關於咧就係一個逃避心理同負面情緒。面對難題咧，人類好容易產生焦慮嘅恐懼啦，所以咧又想逃避嘅。作者就建議我哋可以用寫回顧嘅方式咧，將自己當刻嘅感受同埋情緒寫翻低，有助釐清翻情緒咧，理性翻面對困難嘅。其實仲有啲實用嘅方法嘅，例如咧就用鬧鐘Apps 去提醒自己啦，做一啲 checklist 嘅任務清單啦，避免咧一次過做好多嘢咁呢啲都係設計技巧啦，咁幫助大家持續有動力去實行嘅。再落咧就係講到作者咧就提到啦，
一啲實際嘅應用啦，咁咧喺書入邊咧，佢有37個行動策略精選啦，咁但係咧我咧就搜集咗5個覺得係特別緊要、特別有用嘅，咁啊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咧就係關於咧，但係我本人都成日揦嘢嘅，就係咧呢個都好容易步入到呢個拖延嘅境況嘅，就係咧朝頭早起咗身，瞓多5分鐘咯，瞓多5分鐘啦咁樣樣。咁咧作者提到呢個第一個策略，起身就即刻用啦，即刻行動啊，咁就唔好俾自己最後藉口瞓多5分鐘啊，即刻起咗身之後咧，即刻執床，迅速啟動大腦啊！第二個有用嘅策略咧就係咧，唔好盡量唔好呢個 multi-tasking 啦，因為咧就會分心啦，降低效率啦，咁啊令到拖延咧加重嘅咁樣，咁啊應該專注做完一件事咧，先做另外一件嘅。第三咧就係咧visualize 視覺化咗個工作進度啦，例如用白板啊或者貼紙咧貼咗啲進度佢啊，咁啊當見到咧自己啲任務咧就慢慢完成咯，貼咗好多貼紙咯，咁心裏邊就覺得啦，哇有啲成就感啊，激發繼續做嘢嘅動力啊。第四個策略就係利用呢個10秒嘅方法去開始開波行動啊。之前提過啦，咁就話咧，任何嘅困難工作都可以用10秒嘅微細嘅小嘅行動咧開始啦。譬如我就係做10秒啫，開部機啊，開個 Word 檔啊，打一句嘢啊，咁樣就開咗波先，咁慢慢再砌啦。第5咧就係咧要建立一個清晰嘅目標啊，咁啊具體可衡量，唔好模糊嘅目標啦，令到自己咧唔會有適從嘅。舉例啊，譬如一個香港嘅大學生咧，佢希望減少拖延啦，咁啊開始用10秒法啦，咁每日讀一個英文先，慢慢提升啦，唔係每日讀一句啦，咁啊慢慢提升到每日5頁，咁啊再用15分鐘嘅切分法啊，即係將溫習時間提升啦，咁樣就再用呢個配合 visualize 視覺化嘅日曆咧，去標註翻佢完成咗幾多嘢喎，半年後咧，咁啊成績啊慢慢咧就開始咧有啲改善噶啦。咁即係話咧，佢係混合用晒唔同嘅方法啊，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參考下啦，就唔係就係用一樣嘅，係要同一時間用晒唔同，咁啊事半功倍啦。咁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啊，如果大家中意我哋繼續分享書咧，咁啊記得 subscribe 啦，俾個 like 啦，share俾朋友知道，咁啊多支持下呢個微小嘅 channel 啦。咁就不停咧同大家分享每日嘅所見所聞啦，社會時事啊，同埋同大家一齊讀好啲書啦，咁樣樣咯。好多謝。